面对这些学生甲毕业以后找无头路，劳动部分家人分署3天前就启动1级玩家的计划，也是透过系统性的培训课程，搭配专属的企业教练来协助青年提升求职的竞争力。今年分署透过当7期所示的仪式，向前青年迈开理想的职业大门。1级玩家3.0职场登入计划，请登入。最主要是要协助我们在校的大3、大4的青年学子能够借由这样的1级玩家课程，能够探索自己，然后拥有就业的关键的竞争力同时，我们会安排这个丰富的课程，教他们怎么样去做求职，另外适应职场的工作能力我们特别有企业教练的制度，安排他们到企业去实习跟参访。那实习参访完毕之后，现场就会跟他们做面试，那马上就可以就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协助青年学子来上课之后立即跟职场对接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有兴趣大3、大4的青年学子来报名踊跃参加。根据统计，去年1级玩家第2档实习以后，到高达801个学员结婚以后顺利就业，也是进入企业实习。今年迈入3.0计划，建要让学员完整掌握企业竞才第一手的资讯，而且比别人加一层面试实战的经验。相信对着企业找人才、学生找头路来讲，拢是创造双赢。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